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敏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天宇海3B 座高層 B 室，一個實面積757尺，3房1套2廁加儲物室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天宇海係一個可以養寵物嘅屋苑，單位客廳寬敞，客廳闊度大約有3米，擺放3人梳化同按摩椅都冇壓迫感。有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坐向東北，早上有太陽入屋，感覺溫暖。左邊可以望到少少海景，亦有涼風。客飯廳全長大約5.4米，屋苑鄰近恆安站，附近亦有巴士前往紅磡、觀塘、鑽石山、荃灣及港鐵大學站，交通配套完善。而廚房設有兩邊工作台，亦擺放到大型雙層雪櫃、洗衣機及適量儲物櫃。嚟到走廊，右手邊係工人房，亦可以做儲物房。由屋苑步行10分鐘，亦可以到達恆安邨，設有街市、超市及餐飲等生活配套設施。而左手邊呢間睡房就有4.1平方米，間隔方正實用。而旁邊係第二間嘅睡房，大細同第一間嘅差唔多。屋苑亦鄰近海濱長廊，設有單車徑、馬鞍山公園、馬鞍山游泳池及公共圖書館。跟住係浴室，保留原有浴缸，地方亦都乾淨企理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首先係主人房浴室，重新鋪上瓷磚，改為淋浴間，更加方便打理。而主人房亦設有大衣櫃，儲物空間足夠。屋苑會所設有室內外泳池、健身室、卡拉 OK、宴會廳、戶外園林餐廳、兒童遊戲間等等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